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串联地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台湾人传统嫁娶，新郎这头爱穿聘金，新娘迄头都爱嫁嫁妆。空中好朋友敢有注意到，过去的嫁妆有一个共同的特色。另外，你敢知影较早的好野人嫁妆是嫁什么物件？也有一寡有关男女嫁娶的古早风俗。这部上落来，咱来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为咱讲详细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环科。东京内的世界，俗语讲：查甫囝得田园，查某囝得嫁妆。这是早期台湾社会家庭财产继承的处理方式。查某囝得嫁妆，嫁妆嫁啥货？嫁妆嫁材料啦，就是衫櫥、倒柜、西装台、树桌椅啊。嫁椅啊、生囝椅、骹桶、面桶、腰颈桶，这些拢是房间内真正需要用的生活器具。古早日本民俗，生一个查某囝，就去种2丛泡稻，等18年后，泡稻树大丛啊，採落來木材，就有夠好做一套嫁妝的材料。古早时靠媒人做亲情，结婚前多数是无啥熟悉的一对，等娶入门了后，才开始恋爱。俗语讲：出房君子，入房小人。房间内都是翁仔某2个人博感情的世界。生囝椅是特别的嫁妆哦，是准备新娘生囝的时，会当通坐咧生。囡仔若生出来，产婆用手去接咧，所以甲捡咧，才讲生囝讲做捡囡仔。伫歌册内底，产婆拢称呼做捡姐啊，都是安尼来。查某人生囝做月来，食、困、洗肠、顾囝、饲奶，规工拢伫房间内，无出月来房。房间内嘛是查某人将来饲囝、教囝重要的所在。嫁妆一牛车，但是无人教眠床，这是咱台湾人的风俗。古早囡仔念谣有一句讲：无叫坐牛车，无过地步遐，无乌巾用手夹。是咧讲善良人嫁娶无钱通开用的时，一切简单就好啊。袂比便宜。若好野人真有钱，迄送查某囝的嫁妆哦，都无限野哦。伫婚姻馆大鼻乡有一间三秀园涨价因娶新妇的时，几十年前古早新娘嫁一套汤铺来，嫁一套汤铺的石卵加起来，伊就会当通开这个汤铺经营工厂，会当通趁钱啊！这都是好野人的嫁妆是无限的，嘛有人嫁土地啊！我细汉的时，定听阮爸讲，娶新妇上惊嫁药毒，嫁药毒就是身体无好的意思，定爱食药啊！所以做亲情呢，就爱先去探听，查某囡仔身体好无，有用无？毋通带一卡药毒入来。但是弄破姻缘，连累子孙，即句俗语影响甲讲真济人，都会讲会讲实在话，有时伊嘛会讲点拄话。
嘛无一定听会晓。较早都有捌有人安尼要娶新妇的时呢，娶入来才感觉讲，这个新妇吼无啥理想安尼，伊就去找伊的朋友，进前伊探听过迄个朋友，要去含伊理论算数。是安怎样？这个查某都无好，你哪会甲我讲好？这个朋友才甲伊应讲，迄当时我有问你讲，恁囝几岁啊？敢着遐要紧娶？敢着遐要紧娶？是你家己袂晓听话啊！无我敢会使直接甲你讲，这个毋好。我嘛有后生，我嘛有查某囝，还未嫁娶咧。有影就对吼。因缘天注定啦，娶入来就是咱的新妇。房间内的世界，因翁仔某的感情好，上介好啦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。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台中市西区郑凯元先生所写的《阿公的红叶厝》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今年的5月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阮规个囡仔因为线顶教学，拢拄好待伫厝里，所以阿嬷就招阮做伙转去旧厝北藏过节。是讲阿嬷太雄雄讲要转去旧厝过节咧，一个问才知影阿公已经离开6冬啊。阿嬷讲，趁大家拢伫下港，就做阵转来恁阿公的红叶厝团圆。我咧笑念伊啊。迄一日，阮伫大亭摆桌啊，揢得糕，甲拍档的藏下整理好势了后，就开始炒米、包鸭、杀肉粽，无用试试。我甲小妹互炒火下甲面仔红光光，肝是插插滴。毋过阮袂感觉忝。颠倒感觉足快乐，因为这就是阮细汉时仔的日常生活。暗头啊，阮规家伙仔聚集伫厅堂，食粽配鱼丸仔汤，大家有讲有笑，气氛真好。不过，这个情景煞互我想起阿公夭折的日子。事当时，我读国校啊，透早起床，阿公拢会开伊的孔明车伫门口口等咧载我，佮会传早顿，互我早去学校。休困日，阮会去射牛鱼，看人画眉。有当时啊，佮会伫护林边仔的菜园啊，教我安怎压肥，安怎挽荷兰豆。上界难忘的是，亲情50，同齐客伫红叶厝过年的时阵，阿嬷甲阿母会伫灶骹无用煮食。阮这个囡仔，毋是伫年市骹办公伙啊，移红仔飘，无就是伫大亭踢东公啊，闹热试试。如今阿公去做善啊，真侪亲情也较少咧往来，这宝贵的过去。敢会当将伊放踮内心上深的所在。这个5月节过了真有意义，因为转来旧厝过节，毋但互我走找伫咧红叶厝的记忆。也通完成阿嬷的心愿，来遮怀念阿公。我想，伫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，
红叶厝的故事悠然会继续发生，永远保存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